幼感生活节扛棒写满了各农心中的感谢，原因是今年的风灾，予文旦柚仔产量大减，农民损失惨重。不过，在困境中，嘛看到各界善良相挺，这让农民朋友非常的感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包含国军、农政单位、市长，还有我们很广大的一个志工群，就是我们只要一抛出去，其实很多，其实可以发现到，其实台湾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咱毛豆拄着即摆的困难哦，实在真艰苦啦。不过感谢这义工来吼，互阮安尼足大的迄个感觉足感恩的啊。麻豆农会带领整个麻豆的那个全产销班，一起共同努力，把整个环境迅速的整理好，让我们大家可以在文旦节的时候可以享受现在的文旦。足感谢咱市政府啦吼，种讲帮忙足济，讲做，互咱遮农民吼，食遮柚仔吼，即个路过也好，啊，迄个拄紧就会当恢复即个树势吼，啊，大家安尼真感谢。虽然麻豆文旦甲柚仔产量大约只剩2成左右，为重新唤起果芳生活仪式感。麻豆幼感生活节将伫咧9月27日白2天，伫咧麻豆柚仔园广场温暖登场。今年又经历了一个风灾，当然是台风啊，整个收成剩下2成。那有一天总干事跟我讲说，今年2成吼，等得比宣布较歹袂安怎讲，因为大家以为麻豆没文旦了。那说真的，我的底下讲没事，这个产销的部分还是要做，就好像市长说的，平常不管你是那个状况的话，先把虽然是现在的灾损比较严重，先把通路做好，让大家印象一直存在。那未来在我们丰收的时候会更好做通路，所以这个我们是一直要持续的。那幼感生活节的部分，就其实在这次柚子节算是一个文旦的一个收尾了。再来就是红文旦的促销，还有我们大白柚的促销，所以也借这个节日，借这个活动呢，来让大家知道说，让我们全国民众知道说，那个文旦虽然收成完了，还有红文旦跟大白柚可以来做品尝。咱大知影今年柚仔少，不过我嘛是有召集足好的柚仔的农友来遮做展售。那包括来的时候，咱不是要买咱麻豆文旦，还有足咱来自各区哈，包括看咖喱啊、将军啊、后壁啊，哈，所有最好的农特产品，咱伫27、28 2天都会做一个展售的活动。那当然这是说哈，不止这个活动咱是要做展售，包括我们也给农政单位一个满满的感谢哈。像我们现在大家后面看这个背板，它是写满咱农民农友对咱的迄个农政单位、县市政府好，然后公部门的一个感谢哈。我相信当天咱家农友会来，然后我们哈来一起哈来感谢咱的农政单位，感谢这大的协助，然后嘛希望讲咱的消费者会当来到遮来支持咱的农民，互因今年吼上艰苦的时阵，会当甲因互因突破这个困境，互因的农业才能永续下去。这场活动不只是市集，更是一场果芳加生活美学加上感谢在地盛典。现场集结了台南各大农会数十间的在地农友，再来各种蔬果农产、加工品、甲各式伴手礼等。主办单位更大手笔准备了电视甲各项大奖，让消费者摸彩起手气。麻豆区农会欢迎市民大众这个周末做伙来麻豆柚仔园采购台南的优质农产。柚感生活节，欢迎大家来。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好，谢谢。